歡迎返嚟澳門理想家。今日嚟到波鞋街後面睇下呢間2層5房唐樓仔，前座開揚，無遮擋，西為景。下層接近3米高樓底，大2房，前後通。房間一樣開揚景觀。前後通風超涼爽。睇埋廚房，我哋上樓參觀。樓上3房大露台，喺度放張台飲杯茶，景觀一流。呢間雜物房，大家庭可以放張細床。優質唐樓仔2層可用面積約1700尺，共5房僅1XX 萬。如對單位感興趣，歡迎聯繫我哋約睇。你嘅支持係我哋嘅動力，感謝關注。